歡迎嚟到小兔故事屋 Little Story House。今日要講嘅係德國格林童話《三隻小豬》。呢個經典故事流傳咗幾百年，教我哋明白，只要肯努力，用智慧面對困難，就一定能夠保護自己同所愛嘅人。一片陽光普照嘅翠綠森林裏邊，住咗三隻可愛嘅小豬兄弟。大哥波波最中意玩泥巴，二哥琪琪中意追住蝴蝶跑，而最細嘅細佬點點成日埋頭苦幹於書本同設計圖之中。有一日，媽媽對佢哋話：仔啊仔，你哋都大個，應該要自己起屋啦。波波即刻用茅草起咗一間屋仔，琪琪就用木頭起咗一座小木屋。點點最淡定，佢攞出設計圖，仔細研究，佢想要起一間最堅固、最舒適嘅屋。森林裏邊嘅大野狼聽講咗三隻小豬起屋嘅事，佢流住口水，心諗太好啦，有三餐美味嘅晚餐等住我。大野狼嚟到波波嘅茅草屋前，佢深深咁吸咗一口氣，用力一吹，茅草屋就好似被風吹散嘅蒲公英一樣，瞬間倒塌啦。波波嚇到魂飛魄散，趕緊跑到琪琪嘅木屋裏邊。大野狼追咗上嚟，佢用力一撞，木屋亦都應聲而倒。兩隻小豬嚇到面都青埋，佢哋搏命咁跑到點點嘅豬屋前面，大聲呼救：點點，快啲開門！大野狼嚟咗！點點打開門，俾兩個哥哥入嚟。大野狼氣急敗壞咁喺門外又吹又撞，但係豬屋十分堅固，紋風不動。大野狼唔死心，佢爬上屋頂，想由煙通入去。聰明嘅點點早就估到呢一點，佢喺壁爐入邊透火，放咗一大煲水。大野狼卜通一聲跌咗入去滾燙嘅熱水入邊，佢被辣得哇哇大叫，夾住尾巴逃走咗。之後，三隻小豬一齊喺智慧小屋裏邊安全又快樂咁生活住。三隻小豬教我哋，快快完成嘅嘢未必最穩固，用心努力去完成，先可以經得起風浪。多謝你收聽小兔故事屋 Little Story House， 記得訂閱我哋，每個星期都有全新廣東話故事。下次見，拜拜。